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夜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南风，南风，去去去。南风，南风，烟又烟，烟又烟。太阳东，夜夜数，最好是摆摆看天不忘，一手条条剪下心思。卖关东。山，水无限，云处是春天开天，强也是春树南天北影。红伟啊，嘿，你落去下。红伟啊，初本你你真样的喏？俺咩唔知啊？最近哦，佢嘅脾氣怪怪，根本人唔知搏乜嘅成見呢，憤怒到要同公正相前呢。時代無強用誒，一下後生命哦，流行係自由戀愛誒，難怪哦，伊會開。但係做阿爸嘅，犯我啲小忌，定我擺亂交朋友。你講過到壞朋友啊，會消費一些年了。係好係壞哦，一下還看唔出來。係咩希望佢快樂啲啊？細年誒有自家嘅想法，不如自家去啊，冇想咁多。我同年妹心情啊，比都唔低啦。應該。喂，杰祥，放心，就谢谢你了。好，抱歉，我这没问题啊。那办教育也是我们应该做。请动下，动下。杜博士你好。院长，佢唔係杜博士誒，係啊，佢來前唔做慢咯。佢一判好搞啦。哦。誒，政府規定哦，判太學嘅學體哦，喺10加以上啊，越睇越好嘅。因為聽講哦，佢高雄嘅陳其傳先生哦，想去辦杜博士佢啲太空鋪嘅世界水田來當做考題呢。係啦，佢太空鋪哦，離市中心過近嘅啦，杜博士哦，真有心啊。佢哋一無咁簡單呢。佢杜博士來前唔做乜㗎？你講乜嘅呀？你又判好高，
太很用的喏。那件事情哦，我袂过救的啦。其他有人做，哎，当然做唔得不管啊。做唔得啦！那2年短短的时间哦，我得咱起2间新外科咧，这无马钱，好过盼好搞的呢。也铺的我有看过的，卖有40万。做唔得，佮40万的新外科的主准金呢？当然土博士有同我讲啊，那迄件40万哦，佢如同学校的名改做高雄医学院。你拜托安样？做嘛事情你唔先同我参详一下？这卡太主太，万一无卡有嘛急用，迄咩害我爱死过去加钱啊？哎呦，钱过要穿旅游的呢。讲红呀很，简单啊。红呀，你讲发烧拢唔会退呢，你较烧也无烧的。还是去演技都唔爱去的，我无同我讲啊，唔家己都看费用又同讲小。舅舅的。烧几年的。 39度的。哎呦，早上够也好，烧拢无退呢。有冇是有的呢？是的呀，又无好。哎用做唔得啦，我车到飞入去，我去医院检查的啦。好啊，来含3年钱。唔是啦，我直接器材带去去路好。来，你讲来哦。你讲，冇说迄个哦，把医院去倒的哦。 海秀，来，让我听书，阿家多来。好，坐对吗？好，来。爸，来啊！抱起来。你搞我吗？有啦，你讲。佢叫無彈鋼琴本巴彈嘅呢。迄無要求我啊，無等下較合適咧，總彈本堂啦。爸，快些，日拜很擔心。唔會啦，爸有件問題啦，想要問你。樣誒，用迄種醫也說來點啊？我也毋知樣誒講，我都係喜歡同佢強下。爸細想吼，你喺醫院了段時間，佢都無來看你，樣嘅啦。無來看也好啦，因為佢就要出國了。爸，唔好講也好嘛。好啦，冇講嘅吼。齐博士，对。應下應叫，哦。你講應該太妹啦，那兩公婆真實去啊，唔打算了。我有
拿到奖学金，打算一毕业就去美国读书。原来美国读书，这个将安怎开始？歹势啊，我有问过佢啊，我会向我去美国读书无？用无面到先来问来。因为歹势啦，不过那将佢无答应我，佢讲屋卡还有太人，做唔得去安人的所在。我说爱行先来问来啊，我知道应该先天分才去出国多好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唔爱用问爱妹，我带佢做，不管爸爸妈妈，伊当然做唔出来。但是真的要头一个亿，我也冇办法。我老豆，我老豆，老多嘛个，我老豆无中意我。强用啦。唉，这种事，爱头内江的妈妈，还冇落到，伊的爸爸无中意我。唉，我同人讲哦，我翅膀人替拜家妹，唔爽服的人，应该请人来共情的，太搞疏失疏失。感谢，感谢。内江。总是来愈亲切去啦，应该对伊较好。哎，我同人讲哦，不准叫我顿归来，唔通动。我知啦，好了，咁我先去送货咯。平安。啊？夹夹请人来共情。我知啦。谢谢啊。大家听听来看看，你中意哪底本啊哪本？好。我看你有不鸟诶。呀底本哦，呀底本冻酱啊，冻适合送本老人家哦。老人家。系啊。我送本来买啦。送本也买哦，望做得先给较晓送的神木啦。但看呀底，呀真流行诶。那做上不做迄个冻酱哦？不是。不是哦，无啊，请过另外一底本。哎，不是，歹势。唔啊，送较便宜些的啊。不是，哦。无有汉章来啊。哎。红诶，对。你用铁呀？我来看金的啊，见嘞。那当然嘛，迄来托金的啊。我不满意。妈，其实说生意要多诶，那像我买金的送不起。妈有无爱带点油给无给，我再个买啦，要陪妈妈啦。
唔知啦，这金的吼，可以带嘛做点卖呢，同钱穷用够好用诶。但妈有同我讲过的啦，伊哦生日嘛计都无爱，同钱捐出去愈好啦。我有同讲，嗯，竟然又无同我讲咯。但陆都应该会甜的。好人会知的啦。竟然来偷金的，我算不满意咯。送文内讲啦，你们能讲啦。妈，咁讲样诶，有好些吗？有啦。你讲啊，嗯，夜爸吼，我若同参详一件事，其实也毋免参详啦。夜爸已经结婚嘞，你也知夜爸的人，讲结婚就结婚，也毋好先同阿弟讲一下。妈，到底迄嘛个事喏？拄迄个送嘛个相啊，客上，是啊，夜爸有去请过记的啦。迄星期做嘛喏？你就去美国读书诶。我同妈讲，唔两个之前，迄咩有贴头头的行啊。忙我讲呀，爸，迄请客上做嘛喏？夜爸喊客上，请叫爸爸妈妈来讲亲。也答应哦，过天了啊，你们两个叫我出国去读书。过2年了吼，客上我来不卡看，夜爸我同讲一下。安尼，客上了个讲，佢请我同夜爸讲多谢多谢，其他的拢唔知。两个食材哦，安固平衡买的，好笑的吼。好啦，也身体啊，渐渐好起来，无让人家过去做人家的伴娘啦。妈。你讲好嘛？哟，你看，做粉色的好看哦，贵酱呢，哈。多带一条啊，来，吃带看啊。哦，安尼带顿哦，贵福香哦。来来来，带金的吼，安尼较好命。啦，用的喏。我要做拍摄嘅量。天粉呢，莫做拍摄咧。根本你天粉嘅喜爱呢，做妈妹本来一个头。天粉咧都唔好做拍摄咧呀，你唔好啊。这两衫裤吼，迄娘婆特别为你做的呢，做也良好啊。我做嘛嘅喜爱嘅自由啦。以前喜爱做细拉嘅衫裤去好教，我就爱做，每摆就安尼变啊。慢点变喏，那咩好好同讲嘿？行啦，人家提一定哟。哎呦，等就等下就系冇做夜凉啦。莫得古早哦，大家都准备好，做第二间呢。你都当迄千金太少钱吓？人家又讲啊，迄千金太少钱，大摆就讲按多，我按好天分，即下去天啊，今日冇天分。你讲了麻烦，你喊做嘛都做嘛来啊，带嘛都带嘛。用的啦。我就按太，冇讲按多做得冇。对。就算你做人家妈妈了，喊他有本啊！喂，根本你喏，你正喺做乜嘢？出差去啦。
两只金子哦，迄个甲bun爷爸的时节啦，家婆送bun爷的。因遐阿妈都搞笨了。妈，那会输好啦。迄美国爱演啊，爸妈都无听你的心。七家，你要好好照顾七家。係啲啦，媽。好咧，講好冇叫嘅，我好嘅。得獎，媽，哪個得獎啊？下先來了。哦，下先來誒。係啊。哎呀。哎呀，很丑。哦，哎，看啊，哎呀，看下相片。啊，你已經講啊吼，佢講蜜罐人哦，蓋好是甜的哦，也不要太口味蓋多。來同劇上吼，一停頓皮起來嘅，丈夫啊，要做唔落咧。你食好啊？看起來狗有不香誒。係啊，佢反講哦，阿貪年有寫信俾佢。佢講吼，佢考到高雄醫學院，伊恭喜佢。阿貪年啊，聰明順了，細細個都該有愛心同正義感。假使吼可以將爸做一個良醫，繼承爸的志業，我等自家你幾有福氣嘅。好嘅啊，你兩個，甜的衫做嘛？拿來。哎呀，唔怕。我梗唔怕，這個做醫生的人唔啲嘅，有點高油嘅冇事。媽，我仲開啊？看一下。哎，冇同哎呀，東邊唔用誒。我那呀，都是個紀念，看來孫呢，一個結婚公子。媽，來，色茶。媽，新聞有講，佢當有看到嘅，大家都當緊張嘅，自家個生意嘅吼。放心啊，自家個身體會啲啊。每年啊，有種菜啊，生魚條啊，也行行啊，幾娘娘的啊，你個身體該健嘞，冇講佢有嘅冇嘅啊。哦。怪奇怪嘞，那麼豬皮啊，一次呢嚟調啊調，心肝雜雜，唔知會發生乜事情。哎呀！我媽去拜拜哈。好啊。哎呀，到媽去啊。阿媽，你幾嚟咧？睇你，他唔差冇錢入來，你大擺都唔談。
阿婆种的菜，我变真快铁咯。唔会啦，唔会啦，咱无阿婆的菜真快乐啦。爸，我烟以后我记得呢。真的啊？嗯。哦，你别看呀，好啊好啊。看什么个？阿婆。家里那个东西啊，怪怪的。嗯。看看的哦。哦。有冇？阿婆，嗯。你没问问题调到啊？调到。我用冇？唔会用啊。嗯。有一些些的。真奇呢，你是本人呢？问题调到啦。应该没你调到的。嗯。巧克力，阿婆。巧克力。没事。我没事，没事。没事啦。没事。没事。是空的。阿婆，喝什么？乖的。乖乖。嗯。毛主席在这里热烈地欢迎对岸的同志投奔自由，奔向祖国的怀抱。大家来这里，有了吃，有了住，有了穿。阿林姑啊，这样呢？你条条要不要做乜嘢咯？冇啊。我头下跌糖辣椒，冇注意，糖都给偏在天台。哦。爸。你关危险呢？迄份被人糖到，我变作鸟呢。啊，同学嘅阿妹吼，咩遐呢，都冇几大。没救补了，我妈给死了。阿林姑，坐下来。那件事情哦，我同妈去电讲啊。阿弟啦，不过爸，你做嘛要糖欺骗你？哦，我喺啲嗰度事情啊，你同我讲啦，有些嘅事情哦，无像唔看到用嚟听啊，就像两位啊，肚子疼啊，冇听做嘅冇从嘢。不过要人头啦，只有伊妈上悬啊。越是伫嗰度小心哦，越是伫听无共用的声音啊，那电脑越是可以明辨事情啊。对于家人来讲哦，尤其是做医生的，也是真重要的。不过，办迄管危险的。爸，你要注意哦。哎弟啊，反正哦，可以高用读书的，一家照顾一家。拜啦。冇拄到一些的事情哦，有点目子嘞。唔可以啦，爸，我都安太人了。安太你。爸。做得安尼讲法，怪我呢。讲句诶，那用是如何样用讲法？爸，你遐怪流行的呢？
怪好糖哦。我冇得，辣天肉。他唔食啦。唔愛啊，怪好糖咧。娘子啊，啲湯乜雞啊，好糖冇啊？冇啦。桂林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哎呀，做唔得啦，可能会用的，而哪有可能嫁本啦？我专心着的啊，信唔信的？信唔信的？咁樣我講，我喺上路，第二天啊嫁本啦。佢冇可能，佢我做本干啦啦。哦。算啦，算啦。哦，安陽，好啦，桂林，我们风风雨雨，分分合合这么多年，我们应该走回来。安就好係嘛？哦哟，莫打断我的情绪啦。哎，桂林，我们风风雨雨，分分合合这么多年，哎呀，谁哦？哎。跪下来哦。好。嫁给我，你会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嫁给我。这是因为你偷动哎，那我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耶。唔會啊，你冇出手，你唔係咯？什麼事？竟然出生啊，都看唔到人家好喜嘅啊！講真係求婚有咩捱？这粒婚人嘛认唔得，你太小，正好同你做媒人。迄讲真啊，你同桂林吼拖按多年呢，你应该。係啦，不過桂林吼，你就想較多啦，安尼吼想東想西吼就慢下咯。結婚了事情吼，都做唔得想太多，這想了想個人都跟唔上嘅呢。係啦，你講哦，桂林冇喺交幫你翻哦，你直接同佢答問題咧，帶佢落去啦。養啲迄支大愛哦。嫁给我吧。嫁给我吧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是郑家良那个家伙越来越过分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以为大家都好欺负，真的很让人家生气耶。不要气了。哎，复活。这是我最近看的一本小说，它里面是讲，比较是讲一些哲学。这么厚，你看得完啊？看起来就很无聊的样子。哎，不要管它。怎么有花啊？是送给我的吗？对啊。哎，你难得这么浪漫呢。我是要跟你说，龚真，我辞职了。你辞职了？你怎么没有跟我商量？跟你商量哦。那你觉得我应该辞职吗？我觉得，我是觉得说，如果你看你每次都慢慢吞吞的，
问你有差别吗？我还不是会辞职。那你现在辞职了，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去看电影啊！我们不是约今天要看电影吗？是啊，我是说，你现在辞职了，接下来生活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然给你养啊！去结婚吧！好啊。走。哎，你这个花应该是路边捡的吧？我家里也有种哎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什么时候种的啊？你家什么都有。等你来看到就知道了啊。来来来，马草啊，来啊，用啊，唔使啊，去啊，冇马菜啊。是啊。来来来，洪真，吃饭啦？是啦是啦。哎呀，去家落去啊哈。好。真啊，都冇人同你抢，什么意思的啊？董后生呢？好色哦。公仔啊，古时来教育桂林的方法，全都冇用到。唔免冇用到，迄冇用啊。电动吼，桂林去教人冇爱，那就够好啊。哎呦，同西妹的主通唔伫好范去发的吼。佮当然的好个啊，桂林吼爱强哦，佢很加本哦，迄年月福气哦。怪好诶，那公正同桂林要结婚啊，有抢哦，这卡副卡拍医师诶。系啊。妈，你有冇吃饭哦？也是唔落诶。对呀嘛，人家真的用是暗线嘛。他系天使夜啦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哈。是唔落嘅。哎呦妈，是食得通诶。好啊好啊。妈，厉害哈。好啊好啊。妈，今日吼，人去形容路嘅补种啊，看到两地补哦，可以讲呢。来，你看有中医冇？唔是啦，你去身上夫啊，辣椒啊。妈，你补的哦，够强诶，够系啊适合诶。阿妹，太瘦是对运动好呢，阿婆咪爱用啊。大班吼买三副币吼，佢就唔攀得中呢。哦。阿妹你就数下来啦。好啦好啦，哦，买你如好诶。下一摆哦，莫个乱花钱诶。哎，对啦。来来，吃饭吃饭。好诶啊。嗯。你同妈看一下哦。呀，眼睛硬硬诶。会痛吗？谢谢咧。啱啱係會痛啊！嗯。大叔，佢係唔係佢靈？能檢查咧，冇講很多啊。安樣哦。嗯，應該嘛，最近過起來哈，冇水好，冇事的啦。来来，吃饭吃饭。来来，吃啦吃啦。哎，公真啊，今日新发明的哦，姜木瓜炒肉，这款好食冇？好。妈，这落配甜哦。嗯。做得啦哦。做得做得。嗯。
好诶，我看你乖乖诶，很样诶。爹，妈爱好人乖啊，怕有问题啦。叫样个散哦，我去做检查无？当然爱做啊，也好，我爱同您讲的啦，会安排给你医院做一次贡献的。先吃，快出来了。海秀，偏内来。红海，看一下呀，事情哦，无一定很凶的按严重啦。哦，那先打开来看嘛。没事，我自己看了。好看嘞，贵。我真嘅冇睇到要做，我真嘅冇睇到要做。现在存一些钱，我想1年之后，你们应该就可以把那房子租下来，开一间你自己的诊所。我做的吧，够重要的事情，第一步。送行无来面那强那，伴行无来厝那，困转那个南马风啊，冲山流来过那。偏背那个粒巴个。